新郎四郎饶登先生和新娘龙卓玛女士隆重登场。跟着后台也推出你，我把所有的拉等等，我把罗送出来你了，妈推出了，就叫你妈抢票，用个错误几笔，扎西不能这样。yêu thì xa là thôi đi tango xóa tôi cần mua rừng để tôi lo cả khơi vì chân người anh今天特别的开心，我的旅游卓玛今天大婚，有在场的亲朋好友今天分别上场，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相聚的时刻，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感恩的时刻。因为相爱的人
总是在大家的祝福下，一辈子幸福，一辈子快乐。妈妈在女儿卓玛婚礼上的献词：亲爱的女儿，很遗憾，妈妈不能亲自见证你的婚礼，但是无论何时何地，妈妈的心和你都在一起。人拉木巴特比，两个人拉帐篷，就让多维公的都和卡里见过，让辛苦我们呐，那我等把个胸，让辛苦我们呐，那我等把个胸。那为了么这边当了面都热哟。当那一天我们那个年纪跟在公司同来人比，这些天了跟就做会点点就说，哥哥说说，大家喽，大叔说。